那今仔日这劳动部呢统计这数字呢，表示讲有通报减班休困的是，拢总有300多间的这个事业单位，总人数是来到7000多人。劳动部推称呢，除了是业者这订单无解稳定以外，嘛有可能和雇佣安定的这个措施、补助政策的宣导是有关系。受到美国关税影响，冲击到台湾产业和劳工，所以嘛有劳资双方协商减班休困、减少工时的状况。在劳动部有公布统计数据，受到景气影响实行减班休困的有333间事业单位，总人数是7334人，比出一公布的搁再增加88间业者，人数加2471人。劳动部推测，除了业者订单无稳定的因素，嘛可能和8月13公告9大行业适用雇佣安定措施的补助政策宣导有关。还是集中在制造业是最多的，制造业的减班休息家数有271家，总共有6870人。这一次通报的减班休息的家数里面呢，适用就业安定措施的有244家，总共有5940人，大概都是家数有超过70%，人数有超过80%。另外，劳动部嘛表示，虽然通报减班休困的状况增加，可能嘛也是有恶数的状况。雇主若准实行减班休困，所无通报劳工局，嘛是违反劳动契约和劳动法令的。有劳团嘛提醒劳工，若是雇主无经过和劳工协商，就改变工时、减少工资，可能会违反劳基法产生积欠工资等等的问题。嘛，呼吁劳工拄到这款问题，通向劳工局来申诉。嘛，毋是头家家己讲就会使准拄煞吼，伊嘛是爱甲劳工去协商，爱来签这个协议书，真正有这个营运困难的这部分，才会使来实施这个减班休困。上少嘛是爱互这个劳工这上低这工资的这部分。劳动部嘛表示，业者除了通申请雇佣安定措施补助，通提供薪资差额7成，互劳工一个月上济通领12101块。另外，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，阁通申请再充电发电补助，一个月上济17210块。两项会当合并申请，嘛鼓励业者主动通报减班休困，支持就业稳定和劳工的生活稳定。记者卢尚珠、郑准友台北报道。